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色七。我觉得看女篮就是会多了一点细心跟智慧的成分在，而且我喜欢看他们在场边一起握手啊，然后一起加油的那种 teamwork， 我会觉得我很喜欢。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是要分男生女生，就男生跟女生都做得到，只是可能运用的方式不一样。就像女生可能身体需求可能比较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利用智慧、利用头脑这样。已经有想过那种很漂亮的那种花式滑冰那一种，对，但没有想过球类运动，因为我小时候有打过篮球，反正就老师有教投篮，然后要考试，然后我投了1分钟都投不进，老师以为我在装，但其实是我真的投不进，所以我觉得篮球对我来讲真的是蛮难的，可是不会减少我对它的兴趣。这样喜欢跳舞，然后喜欢运动，就喜欢看台湾的运动，所以就是渐渐的就培养了一些兴趣，然后就慢慢知道这些资讯以后，然后就来甄选这样，然后就进来了。球场上跟大家应援，然后大家因为跟着你应援，然后一起欢呼的那种感觉，让我觉得是最感动的。印象最深刻，我觉得篮球跟棒球都是一样，最深刻的一定是总冠军赛。然后因为我们都有经历过总冠军赛，就是篮球跟棒球。我觉得总冠军赛是可以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，然后集结所有的就是球迷，就是我们队的球迷们，然后大家的力量去帮这支球队加油。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慢慢的发展，然后让大家慢慢的看到篮球，这些也都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让大家可能慢慢平衡说，看棒球，然后可能棒球不只是国球，然后可能也可以慢慢看一些篮球啊，然后可能更可以发展一些其他球类运动，我觉得都是很不错，就是培养更多台湾的人才。没有什么事情是女生做不到的，我觉得只要有努力，然后只要认真去做好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可以得到收获的，然后也都是值得的，只要自己不后悔，所以做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加油就好，努力就好。女孩上场2，加油加油加油！